2025中国两会圆满落下帷幕，各地代表委员们也是满怀期待而来，满怀信心而归。在今次两会上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加入了支持港澳深化国际交往合作的字句，这也是在去年工作报告提及的支持港澳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基础上的深化。面对新要求，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告诉香港中通社记者，香港拥有众多國際學校，外加2文3語的語言環境，在新形勢下，香港要發揮好作為對外交流溝通橋樑的作用。即係香港嘅其中一個最大嘅特色咧，我哋就係一個好高度國際化同埋一個多元化嘅一個咁樣嘅教育體系啦。咁尤其是我哋嘅高等教育啦，我哋有5所嘅大學係世界100強啦。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喺高等教育方面咧，我哋係致力建設香港成為一個國際高等教育嘅樞紐，吸引更多嘅學生啦，同埋一啲嘅一流嘅人才嚟香港求學同埋做研究。咁而喺我哋嘅基礎教育咧，其實亦都係一直以嚟咧都係好能夠銜接到嗰個國際嘅最新發展嘅趨勢。所以我哋無論喺唔同嘅國際研究裏邊咧，包括喺 PISA 啊、TIMSS 啊或者 PIRLS 嘅研究咧，我哋嘅學生咧喺呢啲嘅比較研究裏邊咧，都係佢哋嘅表現都係名列前茅。而加上香港咧2文3語，即係中文、英文、廣東話呢個嘅語言即係教學嘅政策同埋學習環境啦，所以咧好能夠吸引到一啲嘅即係嚟自國際唔同嘅地方嘅非本地嘅家庭咧嚟到香港。咁而且我哋喺嗰個國際教育嗰方面咧，譬如我哋嘅國際學校咧都好蓬勃嘅，我哋有50幾間嘅國際學校，提供喺好多唔同國家嘅課程，包括有英國、美國、加拿大啊、IB 啊，或者係日本人啊、德國啊、瑞士啊呢啲嘅國家課程咧，我哋都有。咁所以咧，我哋會見到其實喺香港咧，即係無論係非本地嘅家庭啦，或者係嗰啲嘅專家咧喺香港咧，都係好能夠適應呢個生活。咁我哋相信咧，香港憑住呢啲嘅優勢同埋獨特嘅特色咧，喺一國兩制之下咧，能夠係為國家作為一個對外交流溝通嘅一個橋梁。美國《紐約時報》日前撰文稱，中國近年來積極發展 STEM 專業 ，DeepSeek 的成功證明了中國教育體系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實力。近日，英國 BBC 又點讚了中國年輕人，說中國在工程方面的成功秘訣之一，就在這一些中國的年輕人身上。面對如今洶湧的 AI 浪潮，蔡若蓮自信表示 ，AI 教育實際上是香港教育的一個強項，香港在這一方面走在前列。其實香港咧喺 AI 教育方面咧，其實係行得好前嘅。如果我哋又係從大學講起，我哋大學嗰啲嘅 AI 課程，或者我哋嗰個嘅排名或者係吸引力咧，我哋嘅專家學者嘅國際知名嘅專家學者亦都好多。AI 嘅教育咧係本身咧就係香港教育嘅其中一個強項，而喺中小學嘅階段咧，我哋而家亦都成立咗一個數字教育專責小組，由副局長係擔任主席啦。咁我哋亦都特別去整合咧，而家我哋係喺無論喺我哋嘅優質教育基金嘅項目啦，或者係我哋嘅教育城啦，或者係我哋嘅資優教育呢啲各方面咧，喺AI 嗰個嘅教育上邊咧，去加大個力度去推動，包括咧點樣應用 AI 喺課堂教學，或者係學生點樣學好 AI。所以我哋喺高小咧，我哋就已經有呢一個編程教育啦。而喺初中咧，我哋都有特別有一個 AI 嘅單元係去俾我哋嘅同學。咁而喺高中嘅呢一個嘅資訊科技教育裏邊咧，我哋都係加入咗呢啲人工智能嘅元素。咁所以我哋相信咧，我哋無論喺個課程啦，或者一個教學啦，或者喺大學嘅呢一個 AI 人才培育方面咧，我哋都係即係喺國際上面咧，我哋都係行得好先同埋好快。